今年是龙年，国立台湾文学馆有推出正古锥的吉祥物阿龙，不过所逼出敢有去抄中国网友的创作，结果经过调查，是台文馆的创作较早发表，颠倒是这个中国的网友涉嫌甲咱抄袭。 拍伫个涂骹骹只片有一本册，头壳顶还阁生两支角。真古锥的阿龙是台湾文学馆今年旧历年推出的吉祥物，也毋过最近却闹出抄袭的风波。有中国网友强调阿龙是伊家己的创作，也毋过实际比对了后，除了白白色水无共款，其他的细节差不多拢相共。 我们的时间点呢，发布是在他的这个微博里面发布的那只龙。 时间之前，我们的小编跟他的家人，其实在他的 IG 上就已经把这个龙的形状是放在上面，而且他们自己也有画了好几幅。经过台湾文学馆追查甲比对，发现中国阿龙伫社团顶的图是2022年第一届发表。也那台湾阿龙是台湾文学馆梅仲亚的编辑甲伊的亲人家己创作，早伫2019年伫社群就发表过。台湾文学馆绝对无侵害著作权，颠倒是中国网友有抄袭的嫌疑。 非常相似，你如果不仔细看的话，应该没办法说分得很仔细，还是要尊重一下原创吧，毕竟是人家的创意。闹出抄袭风波了后，台文馆强调，加在有民众来问，会当把真相讲好清楚，若无网络流传落去，也会造成困扰。另外，针对著作权，台文馆表示有摕到授权，也若敢要提过，伊是尊重著作权人的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